台南市台语文化班学会头一届举办朗读会刊观摩赛，比赛完全参考基本竞赛规则，现场抽题随朗读文章。上特别就是讲，这朗读的文本拢是学员家己创作作品，希望利用这个机会，大家互相交流，把母语文化叫倒转来。册，我正做台语老师啊。声情发音真斗达，第一顶的参赛者豆豆带大家进入本本的内容。为了发扬母语文化，台南市台语文化班学会头届办朗读会刊观摩赛，来参加大细汉选手功夫真在北，成900人来这交流学美甲。不过选手过程难免紧张，加减突锤顶答。评审老师讲，主要是欠经验，有机会会当出来溜细面，安尼功夫就会愈来愈进步。我知影即摆台语读台语的人真少，所以我爱搁较认真。会当互人感觉讲啊，即个讲了较水，哦，咱就当伫因的中，咱吸收到伊的迄个经验。对这个中间会当提炼出，互大家会接触。更较进步。台语文化班学会以多元学习推测母语，目前因伫东区永康安南等所在，拢有咧开课传拓母语，拢总有40位学员投稿。学会落尾甲出版做台语会刊，甚至阁摕来做即届朗读的文本，照做落实落笔写母语、开喙讲母语的目标。我即届拄啊嘛有投稿，而且我阁会当念着别人的文章，会当互我增加更较侪我家己的。写文章这个方面，投稿出版，然后再个摕个会刊来做朗读的内容的篇章，互因会当相对对咱这个台语文的兴趣，兼提升因的素养。语言是文化的底底，不过高大也是面临短暂的危机。台南市台语文化班学会讲，未来会扩大举办，提供大家大声自信讲母语的舞台，互阿母的话会当个一代传过一代。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。